大家好，我係司徒維新律師行嘅江玉歡律師 Doreen， 主要咧係專注做房地產啦、平安三寶同埋建築物管理呢方面嘅法律工作。今日咧我好開心咧，第一次咧喺鏡頭前面同大家見面。我想傾一個咧同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主題，就係物業管理公司對業主立案法團嘅披露資料責任。喺香港，無論係住宅啦定係商業大廈，大多數都會由法團咧或者係發展商去聘請物業管理公司幫手管理公用地方，例如保養維修啊、清潔、保安服務，仲要負責埋咧收管理費嘅。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法團係有權監察管理公司提供嘅服務，並且審視管理同埋保養工程嘅開支預算。所有重大嘅決議咧都要經過業主投票通過。一旦成立法團咧，其實管理公司就要向法團負責，而法團咧亦都可以決定辭退或者更換管理公司嘅。要記住啦，其實咧法團咧先係老闆嚟嘅，係一個獨立法人組織，代表全部業主管理大廈嘅公用部分，監督咧管理公司嘅工作。佢哋係有法定嘅權力嘅。管理公司其實咧就只係一個代理人嚟嘅啫，要聽呢個老闆話㗎，即係法團嘅指示啦。過去咧都有試過，業主係懷疑管理公司同埋承辦商之間咧係有利益輸送，令到譬如一啲維修嘅工程係報價過高，甚至係出現圍標嘅。法團咧係會有權要求管理公司交代一啲譬如收入啊同埋支出嘅報告，查核每一項工程嘅開支，唔合理嘅話咧就可以質疑嘅。例如係根據2024年咧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裏邊有講到，一旦大廈全年嘅總收入或者總開支係超過50萬元，不論單位嘅數目都要審計財務報表。完成之後咧，管理公司係需要將副本展示喺大廈顯眼處最少7日，並且喺法團嘅週年大會咧要交俾法團審閱。如果法團咧或者業主對開支細項存有疑問嘅話，例如經常性開支啦，譬如一啲管理人員嘅薪酬啊、獎金，或者一啲非經常性嘅開支，例如一啲一次性嘅維修工程，甚至係一啲雜項開支咧，管理公司都必須要提供相關嘅文件或者合約作佐證，例如人員編制咧、薪金水平或者係一啲加幅啊，咁呢啲合理性嘅資料咧都要俾法團係查核嘅。總括嚟講咧，法團嘅法定職能咧係包括任免管理公司啦、審查財務啦、制定薪酬、確保管理係透明嘅。管理公司咧係有責任披露所有相關嘅資料嘅，係唔可以咧拒絕業主嘅合理查詢。業主咧要明白呢啲權利，咁樣就可以更好保障自己嘅利益啦。多謝大家收睇，我係江律師，希望咧能夠喺呢一個場合裏邊咧多啲同大家講下有關法律嘅嘢。下次再見。